在途，事之根在明，学之根在专，人之根在心。请收看闽南语连续剧《大侠厝》。做人什么上困难？人情薄薄求人难。做人什么上艰苦？避袂着上苦。什么缺世机会较好？成功袂甲人相出路。第一爱赢家己一步，第二爱毋惊吃苦。一去着赢你哟，相逢赢着才苦了苦，你将赢着快乐，赢你哟，赢你哟，毋惊失败赢你哟，用心付出为撇步。什么上困难？人情薄薄求人难。做人什么上艰苦？避袂着上苦。什么缺世机会较好？成功袂甲人相出路。第一爱赢家己一步，第二爱毋惊吃苦。阿母，我带阿爸回来啊。今仔日恁总经理有打电话来，伊讲哦，你请假半工啦，而且哦，你下晡应该去上班啊，你嘛无去。伊问我讲你去倒，你讲啊，我应该安怎甲人回答？阿母。你为什么要跪啊？因为我做唔到代志。你做唔到啥物代志？阿母，我无应该欺骗你。你留一个字条甲我讲哦，你甲美娟要带恁阿爸去你新公司行行看卖的，结果咧，你规工拢无入去公司。啊！你甲美娟是带恁阿爸去倒哈？其实你无讲吼，我嘛约会出来啦。建昌，你若真正吼要去看伊哦，你家己去就好啦。为什么要叫这两个囡仔来骗我？志忠对我这个阿母吼真友好，美娟哦对我这个大家嘛足照顾的。你安尼做是咧害因呢？志忠即马跪咧遮，是咧替你跪，你知影无？母，你莫怪阿爸，拢是我的唔对，是我带阿爸去的，治疗嘛是我留的，甲阿爸甲美娟拢无关系，拢是我的唔对。阿母，你要怪你怪我。去，你拄则讲去，你是去倒？去恁阿伯遐对无？建昌，是你讲想要去看迄间金会，你惊讲哦，
我无要互美官陪你去啊！你知影讲，我真相信志忠，你着拖志忠陪你去，叫因来欺骗我，对无？阿母，唔是安尼啦，阮要去阿伯遐，阿爸伊嘛。你无去阿伯遐？我有打电话去啦，厝内底吼拢嘛无人，是毋是恁陈家的人吼，拢烧招去外口团圆，去享受天伦之乐，对无？我屈小丁哦，一世人做陈家的媳妇，到尾啊，人嘛是无甲我当作是陈家的人。志忠，你敢袂感觉阿母安尼哦，足无价值？阿母，你是我饲大汉，你嘛无算是陈家的人，你为什么要帮助因来欺骗我？你安尼做吼，阿母足刺心的，你知无？阿母，我对不起你。美官的，伊住喺遐哦，伊唔敢转来心，伊惊讲我会责备伊，对无？伊阁声声句句甲我保证，伊讲伊袂阁为因阿爸，结果伊也是在戏人我。阿母，志忠啊，美官就会为伊的阿爸，为什么你都袂为你的阿母哈？阿母，你莫误会美官啊！美官伊无伫阿伯，美官伊伫骗伊。美官伊有心，但阮拢唔知影。美官伊家己嘛唔知影。伊今仔日无小心跋倒，医生讲，囡仔可能会保袂掉。你讲啥？阿母，医生讲，美官伊可能会落体。老天，你为什么拢甲我讲啊？你哪无好甲照顾啊？你讲啊！你讲啊！阿母，我拢唔知影伊已经有心啦，我哪知影伊已经有心啦，我一定好好照顾伊。阿母，你是你的母呢？有钱你来不来？你做啥子嘞？你做啥子？你莫怪志忠啦，你若要怪哦，怪我啦。是我，让美官搞我出去啊！是我害美官闹体，你若要怪我，都是我害的啊！我害的啊！阿爸，你到底我是咩话？阿母，你都是死啦！你为什么要看那个张家压死他？美国都去这种闹体啊！要不要跟我讲我没谁没做了？阿母，阿母，别搞啊！你想怎跋倒的？你想怎跋倒？你想怎来跋倒的啦？是我唔对，是我伫报纸知影讲金妹，伊杀死伊的养父，今仔就要审判。阿爸敢若想要去安慰阿伯甲姨妈尔啦。金妹，我都知影讲你讲金妹，大金主！阿母。阿母，你讲啥？阿母，你看认真的啦！阿母啊，阿母，你看认真哦，拜托你看认真。阿母，你看认真的啦！阿母，啥啊？你家己把开用已经无意义啊啦！咱一家伙也无可能过平平静静的日子啊，拢是因为你阿爸啦！阿母，拢是家己话！阿母。
阿妈，我甲你斗3工啦。阿妹啊，食有饱无？我食足饱的。这个月来，我就是这顿食了上好，食了上安心。阿妈嘛是同款，阿妈逐工拢在烦恼讲吼，你伫咧看守所，毋知食会饱困的路面袂？但即嘛好佳哉，法官判你无罪，放你转来。后摆咱规家口就会当我斗阵生活，你嘛会当重新搁再过你的日子吼。阿妈，这阵啊，互你甲阿爸足操烦的，真实的啦。但代志已经过去啊，转来就好啊啦。来，这物件空的我来款就好，你去客厅陪恁阿爸开工。唔免啦，我甲你斗3工啦。去啦去啦，去陪恁阿爸啦，去啦。阿妹啊，来阿爸遮坐。我阿爸好啊看者，吼。刘卡善呢？阿爸，你的头毛嘛有较白哦。这阵啊，你为着我的代志，互你遐尔操烦，真实的。但你咧讲啥实的啦？咱爸仔囝呢？转来就好啦，吼，转来就好。阿爸，这阵啊，我伫咧看守所，我有想过，其实我嘛毋是真正遐尔歹命。伫我18岁以前，所当过的人，所经历过的代志，拢是互我遐尔痛苦，遐尔委屈。也不过，天公伯也互我撞着你，互我感觉我以后的日子一定会过了真幸福。我嘛有想过，我应该感谢邱文英。人生呀哩哟，有一刻着呀哩哟，幸福呀着吃苦了苦。我嘛有想过，我应该感谢邱文英，因为有伊，我以后的日子，唔再变甲搁较有希望。凭良心讲啊，你伫咧看守所这段日子，我甲一个人嘛想真多。坦白讲，较早我一直甲你当作是周文英，也毋过为即马开始，你放心，你是我的乖查某囝，你是干金妹，永远无周文英的影像。为即马开始，阿爸会好好照顾你，疼惜你，绝对袂互你搁受任何的委屈。阿爸，多谢你。好啦，莫哭啦，吼，莫哭。为即马开始有我爸伫咧，无人敢搁欺负你，吼。阿爸，哦，真好。阿妹啊，你毋那是干那有这个阿爸哦，嘛还阁有我这个阿嬷。你后摆哦，做你放心住在遮，看啥物人若敢甲你欺负哦，我绝对甲赶出去。阿母，阿母啊，阿母，阿母啊，阿母唔通啦！兄弟，志彪，你哪里是咧创啥啦？阿母伊，淑珍啊，这阿问你来遮是创啥？我要找钢琴妹啊！好啦，淑珍啊，你莫安尼气喘喘，你听我讲啦，我知影你来什么意思啦。他建昌是一个长辈来关心阿妹啊尔，他也无做啥物对不起你的代志，你爱相信伊啦吼。啊，
总讲你唔相信我的话，你嘛都爱相信阮阿母。当阮阿母遮做下，伊敢会骗你？对毋？是啦，淑珍啊，建昌伊今仔日嘛有讲，伊讲因为阿妹啊是阿福的客查某囝，伊是以长辈身份去关心阿妹啊。伊嘛有讲，但伊已经食遮济岁啊啦，伊无可能讲对阿妹啊有啥物无正当的想法。你莫踮遐踮要疑神疑鬼啦。是啦，阿母，咱来做好哦，咱莫第二烦恼。你到底是哪个一个呀？你是酒妹呀，是干行为啊？淑珍啊，我后生我一直拢袂晓记，你叫我做业务我啦。你咧讲啥？我也听无，是啥物孙啦？是安尼啥物孙啦？你这当家人拢咧欺负我啦！少年的时阵哦，叫一个酒妹，伊来抢我的啊啦，即马搁叫一个奸计，要来害我的孙啦！你哪个来对待我？你咧讲啥？我若听拢无啦。你唔讲者，你唔敢讲者，是啥物孙啦？是啥物孙？无啦，阿母伊可能心情无好后面讲的尔，无代。我袂讲，你敢讲我袂讲？啊，我是你阿母的，你敢讲我啦？你哪太贱啦！你太讲话莫安尼啦！到底是安怎啦？我跟你讲啦，美国的巴都有我的孙啦，拢是害伊无去啊啦，拢是害的啦。无去是啥物无去啦？阿母，你莫搁讲啦！你阿母是咧讲啥？拢是你啦，拢是你啦！要带你老爸去看伊的烧酒机啦！别讲别讲，拢是我，阿母，咱紧来转好无？咱莫连。别讲别讲，我都爱死了我。哪安尼啦？啊好啦，听淑珍的口气，话说敢若讲美馆有新啊老底去的款呢，吼。系啊。敢咪讲是咧反映伊跋倒，转嚟只楼梯。恁翁甲恁阿爸因回去啊？晓？是啦，啊，恁翁哪会留你一个人伫遮无来陪你的？因为代志啦。啊，无你好好休困，毋好白叮当哦。多谢。自从甲阿爸若转去，阿母一定会足生气的。我啥遐尔也无说你，但家己有心就毋知影。啊，着去带我遮来咧，但袂要紧啦，嘿啦，啊，始终先甲带转去啊。哦，俺还是先去病院去啊。哦，嘿啦，好啦，我知，安尼好啦吼。阿母啊。建昌兄安怎讲？啊，伊嘛是安尼讲，伊嘛是咧烦恼讲淑珍来啊，他毋知对也要安怎样啦。我甲讲袂要紧啦。啊，你有问建昌看美馆，你即马住伫倒一间病院无？有啦，伊有甲我讲，我知影，我即摆就想要来去，吼。我甲你斗阵来去。阿爸，我嘛要去。袂啦，恁拢莫去，他即摆淑珍也袂当去厝，凡是去病院，啊，不用阿咩去，若搁去拄着啊，逐个搁冤家伫咧病院，啊嘛毋好，交钱互美馆看着，啊美馆毋加烦恼的，对。我来就好啦。好啦，啊无你去啦。若有啥物代志吼，爱紧拍电话转来甲我讲嘿。好啦，我会晓哩，啊无恁10招我紧来去吼。拢是我害，拢是我害你看阿姐。有一刻中呀你哟，相逢赢着才可了苦。拢是我害，拢是我害你看阿姐。哎，好啊啦，阿妹啊，无人知影美馆伊有心伫啊。我再讲，但伊跋倒也毋是你害的啊啦，这边哪用个怪你？迄个阿进一直拢足讨厌我，今嘛搁发生这种代志，伊一定会搁较怨恨我。阿妹啊，你今仔日拄则转来尔吼，身躯去洗洗咧，中早去休困。阿妈即阵心情真压杂伫的，你互阿妈小清静一下好无？
阿妈，你明仔载带我去看美国阿姊好无？至少我嘛去甲伊讲一声是的，好无？好啦好啦，你先去休困啦。是安怎一桩好好的喜事会变到安尼死？是安怎等下的代志会一层连小煞一层来发生？永远拢无办法当我收煞。世间若是一个舞台，啥人是写剧本，予我上台的人？人生无奈，离合悲合，啥人主角拢同款。舞台上万万人。演出悲伤快乐无啊，最主导演是谁？演啥物角色？未来剧情啥款？啊，人生的舞台，啊，有幸福悲哀，啥人问怪我的不爱这款的安排？啊，演出怎精彩？啊，犹原爱落台。人生的剧本好歹，家己写出来。世间若是一个舞台，啥人是写剧本，予我上台的人？人生无奈，离合悲合，啥人主角拢同款。舞台上万万人。